呃，捞捞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好像还没有做，好，他只是在那个地方担心，好，他有这个概念哈。当然因为哦，重点是后面那个米读物了哈，米读物了哈，所以一定要加这个词哈，去跟着哈，跟着哈。好，这是额外的了哈。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拿到的哈。Jaluhan itu adalah jangla nikah malah itu ilawat liar liar ha liar Jaluhan 那个阿多阿多可以讲话吗？哎，扎鲁汉的话不太够。米多拉呆了，这个没有问题。扎鲁汉，你要怎么这个再加强一下？要加什么？你看哈，好，你看哈，我们看第一个，老老萨，看到没？它有加这个萨，哈，要加这个萨，好。然后第二个是妈，没有沙，好，沙菲鲁菲鲁，你看沙菲鲁菲鲁沙。如果按照扎鲁汉阿米多了的话，扎鲁汉是这件事情，按可以说是急的这件事情，所以它偏向名词，它不是，所以再加沙吗？沙扎鲁汉的话就是做假的Taruhan satu 所以你应该用什么？马扎鲁不是很好吗？はい。马扎鲁阿米多了，可不可以？你觉得可不可以？你觉得可以才行呢、我是乱说的。好，马扎罗，马扎罗还没多了，是不是？因为它是急的那个状态是发生了，对不对？然后急着去跟，是不是？米对，多了呆了，长了他们，所以你的他们是跑到这里来了哈。好，理论上哈，这个我们先看你看马拉爱杜伊拉瓦兹努利安哈，所以这个张蜡呢，理论上不应该在这里，这个张蜡应该在哪里？在下面这句在 Mazaroh 的后面。没有，它应该是下面那句。哦，你看马拉爱杜，然后呢，脏话。马拉爱杜长了，是不是？好，我放在这里了哈。马拉爱杜长了，伊拉瓦子努力量，是不是？哦，了解。可以吗？好，可以哈。好，可以。好，OK。好，这个雅致哈，好，雅致，好。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就是说哈，有3个词了哈，老老沙杜哈，然后呢，沙菲鲁菲鲁沙杜哈，马扎鲁哈，基本上这个大概都没有问题哈，就是赶紧哈赶快哈，
啊、跟着去哈，都有这个意识在这个赶紧这个里面哈。好，好，绕绕沙度，还有这个沙菲鲁菲鲁沙啊，沙菲鲁菲鲁沙，啊马扎罗啊，所以那个那多呢，你也可以说是扎罗沙也行了哈，扎罗沙好，扎罗好，沙啊，扎罗沙阿弥陀了啊，对了，也可以哈。好，好，那个看一下，哦，好了，雅致好了哈。这个雅致的翻译比较丰富哈，比较多哈。好，马扎罗古拉嘎阿弥陀罗藏拉阿达多萨啊，你看伊迪拉伊拉瓦斯努伊拉阿亚伊努利亚啊，马拉六努菲劳兰，好好，基本上这个意思是呃更更丰富了哈。马扎罗就是急哈，古拉嘎哈走得很急哈，阿弥陀然后去跟着他们两个人哈你看伊迪拉伊拉瓦斯努伊拉阿亚努利亚了啊。在那个海，属于海的远的旁边啊，马拉六那菲劳兰啊，远离人群哈，属于百姓啊，人群哈，所以当然了哈，主要中文是赶紧跟着去，可是他们却离了岸哈，离了岸哈，理论上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哈，几个关键的就是马扎罗啊，然后马拉六啊，关键就是这个去，还有离开，但是这个对象呢不能错啊，不能错哈，是远离海岸哈，远离海岸，所以远离海岸呢就是什么向着海岸走哈，向着海岸走哈没有问题哈，所以我们这边的单词呢就是绕绕萨度哈，绕萨菲鲁菲鲁萨马扎罗哈，扎罗萨也可以哈，好。好，我们再来看这一句哈，走到无人去的地方捡鱼哈，走到无人去的地方捡鱼哈，走到无人去的地方捡鱼啊到没有人去的地方去捡，因为都是人嘛哈，因为这两个姐弟呢，他们很晚才发现这个村民到海边去捡鱼哈，所以他们到的地方就是没有人去的地方哈。也就是应该是比较哦靠近海边吧，还是怎么样啊？不，靠近海吧，因为马格拉之后呢，它有一段空间嘛，有一段空间，离海岸呢，离陆地的一定是最早被捡到嘛，然后一直向着海上有水的地方去捡所以他们离得比较远就是靠近海向着海去走这个概念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个马拉六努格拉马拉六努格拉这个词组真的很好用哦。这个未来这翻译大概大概一定会常常出现这个错过时机掌握机会啊。好，我们看这个 fast 哈。
好，那个啥，好，那个啥，好，加个比较好哈。那个啥带了阿瓦爱古当烧外利亚米不都否定好，这个没有问题哈。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哈，走到无人去的地方哈，没有人去的地方啊，那个啥带了走路去啊阿瓦爱。ELI 在没有的孤单上外人的阿利亚的海边的米不都否定否定这是 T 否定好，这个没有问题ERY 在没有人的所以 ERY 它后面也有这个当烧外当烧外人的好，没有问题米不都否定好 OK 好红爱Tara i awa ai ko tam sam sao sra米不都否定没问题所以它这个 sra 就是地方Tara i awa ai ko tam sam sao sra 好，这边加个比较好米不都否定Tara i awa ai ko tam sam sao sra米不都否定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口语的时候，这个呢很容易会没有很容易会没有，就说话的时候那现在我们是写文章嘛，写文字就是有些这个词跟词之间一定要加因为不要小看哦你加了的的话，它的记法结构会更漂亮会更漂亮不要小看这个好，好，这个没有问题好，其他还没有当然，如果按照字面上的话了走嘛走走到无人的地方嘛那个也没有错呆那就是去去也没有问题好，那个鲁玛嘎呆那好也都可以当然就是说我是希望因为我们这个是中文翻阿美语嘛尽量能够不要被挑到毛病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翻译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规范的我所谓没有规范，就是说这个随着自由行政就是说越界的人呢他认为你要扣分就扣分了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主要就是越界的人他要给你几分就几分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嘛，我们写文章我们应该也写过这个英文英文翻中文中文翻英文也一样嘛老师说你这个就差了一点就扣个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尽量两边的这个文字结构第一个意识尽量贴近有时候翻译不一定是很完善的不一定有时候没有办法，因为语言不同，但是尽量贴近就是不要让人家挑到毛病，你挑到毛病的话就扣分了，就好可惜当然
翻译本来就是随着这个个人的这个思维哈去表达，也确实是。但是毕竟我们现在就是呃中文翻阿美语嘛哈，尽量能够贴近中文的意思哈，尽量哈。好，这边呢伊阿哇阿呀哈它是这个去没有人的了哈，没有人啊，它这个词组是这样子哈。这个是带了一 our 爱啊，那这边是一个爱哈，这边是两个爱哈，两个爱，所以带了一 our 爱 our 爱呀哈啊，所以在这里是去在没有人这个爱这红字这个不要哈这边红字的这个爱呢是指人的，没有人啊，没有的哈。现在那个爱呢，理论上这个爱哈，我给它弄黄色哈，黄色这个爱这个爱呢表示现在啊，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啊。那红色这个爱呢是指人是指人。当然，因为这边的主词当到哈就是人哈，所以你也可以这样解释了。这个爱红色的爱是可以是人哈，但是呢，因为后面的主词是人你也可以不用解释它是人就是红色的这个字，你可以把它变成是强调就是说我们阿美语的这个重叠重叠，什么叫重叠？比如说这个国逆，国逆逆所以国逆肯定是单数，但是古妮妮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为什么？因为它是妮妮，它变重复了。重复呢，重复也有强调的意思也有强调的意思所以是没有问题的。我要讲的就是呆拉伊阿瓦阿耶跟呆拉伊阿瓦爱基本上红色有这个红色爱这个呢，可以把它当成是强调强调。如果后面没有估那个人的话，他就变成是人了不一样我要讲的是在这里好，我们看看其他的，应该写好了吧？好，我们看阿杜哈，老师，我有修正在最下面啊，最下面好，等一下然后忘了加了杜夫定，没不杜夫定。好，好，我们看一下嗯，好，那个啥带了一阿瓦阿呀一个当当当阿斯拉阿米不，所以你说要加否定是吗？多否定杜夫定。好，没不多否定了所以这个都是一定要加了多否定没有问题。好，那个啥走了走路去一阿瓦爱刚刚有讲到这个阿瓦爱呀过当啷绕众人所以是的没不否定好，没问题好，我们看这个雅致的
好，带了一阿瓦爱国当上少外啊，巴拉啊，米夫定长了啊，也没有问题哈。理论上哈，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啊不加的话，就很麻烦哈。这个啊，所以这个啊很重要哦。啊，好，带了一阿瓦爱国当上啊，巴拉哈啊，带了一阿瓦爱国当上啊，巴拉哈啊，当上啊，巴拉。带来一阿瓦爱国当上外啊，巴拉哈。好，这个红色的啊是什么？理论上这边有孤哈啊，孤的这个主词在这里哈，主词词主哈，所以这个是主词哈啊去啊去哪里？没有人的啊，在没有很多人哈的地方哈，阿弥夫定长了哈，去捕鱼哦，去抓鱼了哈，他们去抓鱼啊。所以这个啊是什么？就是两个句子的连接词哈，这个啊，红色的这个啊哈啊，所以是没有问题的哈。特别是在很长的句子结构里面哈，理论上了哈，你也可以这样做啊，把这边切割啊，加一个这个子句切割，逗号分割啊，后面的话这个啊就可以不需要哈，不需要啊，这个很重要哦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文章上面哈，你大概会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文章哈。如果没有这个啊的话，那就麻烦了啊，麻烦啊。如果你不想要这样的话，就是我讲的哈，我把它列成在下面这句哈。所以这个一定要这样子哈，这边切割啊就 OK 了。因为米夫定长了，它就是一个句子啊，他们去捕鱼啊，因为长了就是主词，所以一个句子结构不可能出现两个锅啊，所以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这个部分哈。那当然，它这边有加个啊是 OK 的，绝对没问题哈。好，基本上就好，没问题了哈。所以我们看下一句了哈。好，不久海水涨潮，海面上涌起很大的海浪。不久啊，海水涨潮啊，海面上涌起很大的海浪啊，涌起啊，很大的海浪哈，所以涌起涨潮啊，海水涨潮哈，不久不久啊，因为他们一直在捡那个鱼嘛哈，退潮的时间本来就是很短哈，所以有一个术语叫潮间带哈，上次我有讲过哈，潮间带哈，潮间带哈，潮间带是什么？就是说退潮的这个期间它的区域大不大啊？有的海边呢，它很窄就是说表示说它的呃跟海岸跟海水的这个呃高度相差很大的话，那可能就没有潮间带所以它跟海平面就是海床越平的话呢，潮间带就越大潮间带。所以你断层越多，那当然就没有潮间带了哈。如果是比较平的地方，潮间带就比较大，那它的这个生物性就比较丰富比较丰富长很多东西那人就可以去采摘去捡潮间带。
那理论上这个词潮间带这个词，我问了很多老人啊，真的，目前还找不到一个比较，当然也有了哈。如果你有知道的话哈，我们也可以互相交流哈。潮间带，因为这是海岸哈，在海岸我们阿美族很重要的一个词汇哈。其实我们不是没有了哈，不是没有，但就是说用这个潮间带这个词来解释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词哈。好，我们看红爱的哈。好，做完后好，再后个哈阿拉芬好，巴达蒂过来过nanum ilian macakat terus ku tata agai tabrik那ilian好，这个很好哈。再后再后过哈拉芬，所以那个红爱哈，红爱可以讲话吗？是可以。我建议你不要用菇，用嘎打错用用嘎。扎后跟哈拉芬就没有问题了哈。扎后跟哈拉芬的话就不是不可以，扎后跟哈拉芬是什么？你是阿拉芬还是哈拉芬？阿拉芬。你是阿拉芬哈？对。好，没有问题哈。好扎后跟阿拉芬哈，不久扎后跟阿拉芬的话就不一样了哦。它就是个句子了，句子哈，不是词组了哈，不是词。没有很久。对，所以这个是个词哈，不是句子哈。是。巴达迪古来古南那么水就回头了回头了就是马扎干涨潮没有问题芝罗萨芝罗萨就是涌起来了哈，涌起来古达大概打不离那一样哈，所以这个很好哈，好，没问题。好，我们看这个fast 哈。好，这个哈古阿古都给好，时间没有多少了哈。马伦努爱杜古利亚哈这个就是达达安爱杜古达布雷克努利亚好，也没有问题哈。马伦努就是水一直涨起来了哈。马伦努也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叫什么？泛水了哈，泛水哈马伦努爱杜古利亚了哈，达达安爱杜古达布里努利亚哈，这个属于海的这个浪呢很大很大的所以用马伦努哈，马伦努，所以这边是人努，这边是那个泽鲁斯好。所以你看看，就是说哈，都是很短的这个句子了哈。好，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单词哈。那理论上哈，那个阿发什么哈？阿发就是这个，我的建议了哈，这个扎哈，这个扎呢，它其实是一个独立词哈。好，这个嘎应该要连在那个哈古啊，就跟那个嘎阿拉芬、嘎哈拉芬有没有？它应该是这样子哈。炸本身可以独立成熟，就跟猪是一样，有没有？炸爱炸多、炸后、炸暗、炸恩，有没有？它可以单独成词哦。所以那个炸后有没有？炸后的那个后，它是个后词缀哦，就跟猪后是一样的概念哈。所以炸呢，
它是一个独立的词，嘎呢不行啊，嘎必须它是个词缀啊，它是个词缀啊。这边交流一下了哈。好，我们看一下安多的哈。好，再一个哈拉芬，好，再一个哈拉芬哈。马伦努埃古利亚伊拉哈扎古达达安埃达布里努利亚哈。好，这个句子结构基本上跟这个一样了哈，跟上面它是在爱，你看这边在爱，所以在爱是后词缀哈。好，这个嘎呢，它是必须是因为什么会有这个嘎，就是因为它是否定否定后面这个词否定后面的词，所以那个嘎是跟后面的词有关系有关系这个嘎。好，再一个哈拉芬没有多久马伦努埃古利亚了海水涨起来了泛水了水越来越多了伊拉哈扎古达达安埃达布里努利亚了很大的这个浪呢，水海呢又有了基本上没有问题1、2、3所以用人怒terus。好，应该还是那个这个雅致了雅致你就慢慢翻我们再翻这一句好了我们再把其他人先翻这句。他们被大浪卷走了卷走卷走他们被大浪卷走了我们就翻到这句，我们翻了这句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好了他们就被大浪卷走了他们就被大浪卷走，大浪其实我们的这个浪的词呢，我觉得太少应该很多是丢失了。我们应该有浪小浪、中浪、大浪、巨浪还有这个海啸浪嘛有什么浪？小浪、中浪、大浪、巨浪、海啸应该有这些词，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丢失了丢失了。照理讲，我们阿美族应该是有这些词的有这些词。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浪就叫这个 dablik 那看看你还有没有别的词那因为我不是住海边了好，我会的一个词了这个词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查了一些词这个词在字典上面是海啸了海啸，很大的很大的风浪海啸给大家做参考
所以有这个词应该要有什么小浪、中浪、大浪、巨浪啊，这个 rosis 啊 rosis 啊，海啸啊，海啸就是大风浪，应该我觉得还不够啊，大风浪、大浪哈。好，这个好，我们先看一下那个雅致的了哈，先看一下雅致的哈，它是上一篇哈，上一篇。好，做个哈古阿古达杜个安逸啊，不久了哈，马兰努杜古利亚了啊，沙达安埃沙古达布里古努利亚啊，做个哈古阿古达杜吉安哈，时间没有多久了哈，好，马兰努杜好，马兰努杜好，海水哈涨起来了哈啊。沙达安爱萨哈，就是很大的哈，什么东西呢？利亚利亚哈利亚大布里努利亚哈海浪海浪就很大非常的大啊。好，这个好没问题哈。所以我们看下一句了哈，下一句。好，这个是advanced 已经好了哈。这一句应该比较简单了哈，没有什么哈，他们就被大浪卷走了哈。Mahawi kita itu nu tatanya tablik Jamila哈，好，这个没有问题哈。好，Jamila他们Mahawi kita 被带走了哈。这个词基本上也没有问题了哈。就好像大浪哈，大安爱阿达布里哈，Mahawi 带走卷走看看还没有更贴近的词卷嘛，卷走卷走。那 Hawi Kid 就是带走哈，当然带走也是卷走的一种方法了哈。那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词哈。这个句子没有问题哈。Mahawi Kid 带度被带走热这个度这个度就是这个热哈。所以这个被呢，就是这个妈好。Mahawi kita itu nu tanta angay tabrik Jamila Jamila 好，没问题。好，这个红爱的哈。红爱是用马路的马路来弄大大概打不涨了涨了他们这个妈就是被所以这个马路来弄大大概打不涨了所以这个红爱嘛红爱你要不要加什么？
你觉得马阿罗赖度跟马阿罗赖差别在哪里？你觉得要不要加度？要加度已经被对啊，度就是如果说是爱的话呢，是当然也是被，已经就是说，因为热是什么？就是说可能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那爱的话，现在正在发生哦，所以要加度会比较好。好，好 ，OK 哈，谢谢老师。不会好。好，我们还有其他的哈。好，这个马阿洛的就是被流走了哈，流啊。理论上这个阿洛的呢，阿洛的哈，比较是属于这个河流的词啦，河流，河流，河流。就是说在海上的话呢，当然也是一样哈，也是一样哈。所以这个两个词都没有问题哈。一个是还有一个是带走哈，阿路的是流走哈。好，看看还有没有不一样的词哈。所以这个结构都是一样哈。打安呀打不力哈，打盖呀打不力啊。所以这个结构完全一样哈。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努又有啊，好你看这个结构哈，努啊，所以这个翻译是要这样子哈，他们被属于大的浪流走了第一句，他们属于被大的浪带走了。好，我是按照阿美语的结构来翻哈是这样子哈。所以基本上这个结构就是跟中文是对称的哈，对称的对称。好，我们看一下阿罗的哈。所以他们两个的我们讲完，我们再休息一下哈。好，这个马达罗就比较接近哦哈，马达罗这个词哈。好，马达罗都长了，这个阿罗是吗？这是阿罗的哈，你不要改什么，马达罗都长了，马达罗都长了，古的答案的 break。哎，阿罗，阿罗可以讲话吗？没问题吧？好，我帮你改好了哈。这个结构就这样就好了哈。马达罗都努达答案的 break 长了哈。这个结构就 OK 了哈，就跟上面是一样的哈。所以这个马达罗都长了努不行哈。所以表示说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是不能分割哈，这个结构是不能分割好，所以这个主词要摆在后面哈。我们看一下这个雅致的哈。好，它也是用马会比赛哈。好，马会比赛努力了长了打杜莎这个可以哈。他们两个人被这个海带走了哈。这个应该是利亚的哈。
马哈维吉拉诺利亚的长了阿达杜萨啊，他们两个人被属于海啊带走了啊，带走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边只有海哈，没有这个那个雅致哈，就是说当然这个 OK 了哈，但是关键是大浪哈，这个翻译是大浪哈，很大的浪啊，所以差别在这里了哈，所以你自己改了哈，马维基在弄达达安爱达布里啊，达达阿盖达布里，长了达杜萨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哈，好，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哈。我们休息一下，到这个就到8:10哈，8:10，我们休息到8:10哈，休息到8:10。好，我们休息到8:10哈。
好，我们继续上课了哈，继续哈。好，这是刚刚那个哈，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ruthless 这个词哈，ruthless 叫海啸哈，海啸这个词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哈。好，海啸哈。好，我们继续往看下面这一句哈。当时他们并没有携带卢桨卢桨没有带哈。所以卢桨的词应该蛮多的了哈。看你是用哪一个大部分大概都是加沙哈，沙什么啊？所以我们来翻这句哈，当时他们没有带卢桨，他们并没有带卢桨，携带卢桨，当时他们并没有哈，好，所以他们在这个结构呢，它是主词哈，主词啊，所以主要的这个关键就是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带没有带什么他们没有带什么。好，阿范翻好了哈，好，很好哈。他用这个 saiwas 哈，好，一定要做比好一个，做比好一个，纳米了，古 saiwas 好，这个阿范什么哈？はい。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哈，他们没有带嘛，是不是？嗯，对。好，所以等一下哈，我先把你这个保留了哈。所以这个是这样子哈。做比哈维给扎米了哈，多曼难多啥意思？有没有比较好？他们是主词嘛，是不是？对，这个对。他们是主词他们没有嘛，没有带嘛哈，没有带。做比哈维给多啥意思？那如果你上面那个句子呢，也不是不可以哈。做比哈维给甚要变成 n 哈。做比哈维给甚比哈维给甚按可能会比较好。比哈维给甚那米了还是要多那米了过可以过做比哈维给甚那米了过啥意思？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个关键就是说，当然这样是通，问题是哪里有问题呢？就是说主词不是主词，因为你的主词是什么？你的主词是这个。saiwas。哎，对它应该是带的东西嘛。如果说是鲁江他们没有带的话，那就不一样了。鲁江他们没有带，你的句子是什么？鲁江他们没有带，有没有？对。鲁江是主词。对。可是中文它的主词在这里哈，他们没有带鲁江哈就是这个结构，这翻译是对了哈，但是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句子结构要对称哈。好，好，我们看红爱的哈。
好，这边呢，它是用阿瓦爱哈，阿瓦爱古米乌鲁安啊，萨伊瓦是囊了哪一迪亚哈啊哪一迪亚，这个在后面哈，在当时哈，阿瓦爱古米乌鲁安啊，萨伊瓦是囊了啊，基本上也没有问题哦哈啊，他们所带的乳奖没有啊，所以这个整个主词词组是这样子哈。他们所带的乳奖没有啊，基本上这个也可以哈。好，它就是整合哈，our I。好，所以用 our 哈会很麻烦。啊，那个红爱哈，是， our 一啦哈很麻烦哦。嗯，为什么很麻烦？因为你要去形容你所带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好一啦，你用 our 一啦后面一定是孤啊。我要讲的是这个。是，那因为是没有带，所以应该是什么？ our I。没有带就是猪啊嘛。猪啊嘎。对，猪啊嘎，然后后面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阿瓦的话，它一定是后面是孤。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翻译有没有？是会出现在这个问题哦。所用的后面的是孤跟嘎是不一样的。对。了解。好，所以有时候这个阿瓦跟伊拉你会很麻烦，就像你用阿瓦爱固，你看就很麻烦了。当然意思是对，有没有？是。如果你用猪啊的话就不一样了。猪啊嘎啊是要后面嘎啊，猪啊比啊后面用比啊对。猪啊比欧龙是。啊，我现在直接给你改哈，改成我们比较算是好一点的，好不好？好。啊，我用猪啊哈，猪啊比比欧龙，好，我们就用欧龙啊，欧龙都沙伊瓦是不是没有带嘛？带沙伊瓦啊，张辣这个就改张辣了，是不是？是。idea，所以这个结构的话就是跟中文是对称的。好，当然这个沙伊瓦也可以摆在后面。好，那基本上也没有问题。猪啊比欧龙张辣啊，猪啊比欧龙都沙伊瓦张辣，所以这个张辣也可以摆在前面。这个张辣有没有？是。可以摆在这里。好，摆在第二个位置也没有问题。好，这样的话这个句法结构就跟中文是对称的了哈。好，谢谢老师。不会哈。好，我们看这个安卓的哈。好，一定啊，在个好一个啊，张了多少一个啊？在那个时候呢哈，一定在个好一个，在个好一个张了。那个安卓有不能用嘎，为什么？B 只能用 B 哈。在 B 为什么是 B 哈？B 哈，因为它是 me 哈 we give 你还会 give 脏了，对不对？对。不，it was 对不对？原本的句子是这样子嘛？你还会 give 脏了都是 it was 是不是？他们去带乳奖，对不对？是不是？对。所以否定呢？要用 B。对，我昨天是昨天吗？礼拜天我有讲到嘛？有印象吗？对。对啊，还是又忘记了。好。对。也就是说me me 的否定它一定会变成什么？
变成 B， 好，否定。好，妈的否定才会变成什么？嘎。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我们在文章上面哈，因为就我们知道米哈维基章了都啥意思啊，他们要带，可是这是否定嘛哈，在比这个概念就来自于这里哈。好，我们慢慢的练习，大概应该会大家会越来越熟练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文章呢，你要学会去还原哈，它的肯定跟否定原本是哪一个词，那你就会有对应哈。好，我们看雅致的哈。好，这个就是Nadia awal ko may tatuyan ng laas iwas 基本上也没有问题了。awal 没有嘛哈，你tatuyan拿的，他们所拿的这个iwas 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哈。其实这个结构就是跟这个红爱的那个结构是一样的哈。那基本上是没有错哈。那就是我讲的，如果用 awal 哈，后面一定要接估。好，伊拉阿瓦一定是接估，好，那你的这个主词什么之类的就会有些变化，好，因为阿瓦固的话就是指那个东西了，阿瓦固是艾瓦斯，没有如讲，阿瓦固你大对岸是艾瓦斯，没有所拿的这个如讲没有，那就变成是邻属格了，就不是主格的他们，就关键在这里哈。我要讲的就在这里哈，所以当然这个翻译是对的，意思没有问题，问题就是结构这个结构是指什么结构？你跟中文的结构是不是对称的哈？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既然我们上的这个课哈，我就是希望我们把这个部分呢能够更加熟练化哈，更加熟练化就在这里看为什么是猪啊 B 这里你看猪啊 B， 因为它是从咪来的咪咪哈维基然后咪欧龙咪，所以如果你改否定的话呢，它就变成是猪啊 B 这个阿外国咪欧龙啊那是艾瓦斯能了那一点猪啊 B 欧龙长了都是艾瓦斯那一点就是这个结构就是我再给它调整一下哈猪啊 B 对当了都是艾瓦斯猪啊 B 对上了都是艾瓦斯他们没有拿所以我也是按照你的词去修改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句子结构就跟中文是对称所以同样的意思没有错，但是就是说我们尽量把记法结构能够跟中文对称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他比较能够对应中文跟阿美语当然没有办法完全但是尽量我的意思就在这里，因为两种语言不一样，确实有时候真的蛮难的蛮难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尽量能够贴近或对应好 ，OK 了哈，我们看下一句哈。好，只好用手带桨来划，风浪越来越大只好用手划用手用来划然后风浪越来越大风浪越来越大，这个没有问题其实要翻的就是用手来划
那用手来代替，所以你这个代啊，所以这是都是动词哦，用啊代替来划啊，这个都是动作啊，用手来代替讲来划哈啊，主要翻译的就是这个几个动词哈。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哈，就是用手哈，你看你会用什么词缀哈？啊，代替，然后去划哈，代替去划。好，阿范斯好了哈，很好哈。好，他用汉哈啊，萨哈迪拉汉度啊，达努嘎麦汉啊，米伊瓦斯达阿爱啊，古拉鲁西兰，哈哈，哎，拉鲁西兰哈，好，鲁西斯啊，你就用这个词了哈，好，调整一下哈。萨哈迪拉罕度哈，只好那样的哈，只好哈。达努用哈，达努嘎麦汉哈，这个重点是汉哦哈啊，所以真正的动词词缀是这个汉哈。阿米伊瓦斯哈啊，所以达努可以说是代替啊，当做手哈啊，当做属于手那样去划哈，来划啊米伊瓦斯好。大安爱啊，大安爱古拉鲁西坦哈啊，这个风浪了哈，那海浪海啸哈越来越大哦，越来越大，大安爱大安爱，好好没有问题哈，很好，好，它这个是用撒哈迪拉罕度啊，很好哈。所以这个滑哈，用手哈搭啊，所以这个搭就是这个啊用啊汉啊，那它这个是合并的哈，达努嘎麦汉啊，用手代替啊，这个都在这里面了哈。好，我们看红爱的哈，生给你哈，好，他用生给你哈，生给你啊，好，生给你，好，生给你达努嘎麦汉。Hasabi saiwas mengarif menga mengarif 这边少一个哈 mengarif mengarif 应该这边再加一个mengarif satu ku tabrik 好，所以他就用这个词就贴近越来越大了哈，越来越大甚好，分给你理论上这边这边加一个，这样会比较好哈。分给你只好
就这样沙哈迪拉罕度啊，达努嘎麦罕哈，所以一样哈，达就是用哈，用属于手，汉啊做，那就是什么代替。哈萨比萨伊瓦斯哈萨比哈萨伊瓦斯呢当然就是更贴近这个代替来划哈。好，哈萨比萨伊瓦斯哈更好哈。好，mangaref satu kota blik 哈，这个浪越来越大了啊，浪越来越大了更加的大其实这个就是重叠了哈。mangar 跟这个 gar 跟这个哒哒 ang 那个是哒哒是一样的，哒哒 ang 这个前面是这个哒一样哈。所以是一样的概念哈，这个叫双音节重叠哈，双音节重叠哈，好，没问题哈。好，我们看一下雅致的哈。好，tanugamay hantu changla tatusa ko piiwas. Now hani mangaref ko fari no taprik 哈，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no 哈 no 它是一个单独的格位哈，临属格哈，所以这个 no 呢最好是分开哈。tanugamay han tanugamay han 都脏了tatusa 好，这个就是tanugamay han 都脏了好，那个雅致，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哈。能了，好，他们用手哈，他们两个人用手哈，那你的主词应该是这个 be was 哈，这个没有错啊，估在这里哈。好，去划了哈，去划呢，他们两个人是用手哈去代替然而呢然后呢 mangaref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再加个会更好。mangaref mangaref 也没有问题哈。所以 mangaref 其实就是 mangaref 是一样的概念哈。Kufarinu taprik Kufarinu taprik 海你这个就是风浪了哈，就是属于浪的风属于浪的风风浪，所以风浪，所以发力no taprik 发力mangaref go 发力都taprik 我觉得用度比较好了哈，度并列哈。mangaref go 发力都taprik 风跟浪怎么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好，这是我的建议了哈。好，我们看这个 Android 哈。好，生乌嘎麦阿扎古比瓦萨萨嘎达安爱多古加入西山努力哈。好，生仅仅也可以说是只好乌嘎麦阿扎就用手而已了哈，就用手而已，
过比瓦斯去划哈，去划就仅仅用手而已哈，好也可以萨嘎，因此然而呢然而达达安爱古达达安爱度古加鲁西兰哈努力啊，属于海的这个海啸呢越来越大哈，越来越大啊，好这个也没有问题哈，所以它是用这个首音节重叠哈，达达安爱这个叫首音节重叠达达安爱达达阿盖都可以哈。那理论上就是说它的重点重点就是这个理论上这个句子风浪风浪它应该是主词主词所以加鲁西兰努利亚的是没有问题法利亚的 double 也没有问题所以古 double 都对古拉鲁西兰也没有问题所以主词都在这里，也就是下半句这个风浪风浪越来越大那大安爱mangarif mangarif 这个大安爱都可以都可以很好好，我们就继续翻下一句了翻下一句，他们终于精疲力尽任由风浪吹袭，越飘越远，离居住的岛所以越飘越远，离居住的岛屿所以这个就是资料上面的中文我并没有修改应该是按照中文就是离居住的岛屿越飘越远你自己可以去修改这个修饰这个中文，然后在阿妹这个地方去它等于有3个子句了所以精疲力尽是个词，他们怎么样？精疲力尽风浪吹袭居住居住的岛屿不行越飘越远越飘越远所以这几个关键词精疲力尽吹袭越飘越远他们终于精疲力尽，任由风浪吹袭风浪吹袭，离居住的岛屿越飘越远离居住的岛屿好，所以你试看看这是3个基本上就是3个句子3个句子3个子句所以按照这个结构呢顺序试看看好，这个 Alphas 已经翻好了很好Bahira ka lutayan namira Pagano hira Hananaitu no fari amitsruh Maraayay Maraayay to Maraayay Maraay to Pilias namira to kanatar 好这个namira namira 他们达希拉直到达希拉就是直到加鲁达亚纳米拉直到属于他们的这个如带疲倦好巴嘎诺希拉任由这边巴嘎诺希拉很好用巴嘎诺希拉任由他这个他哈南奈度努法力风米兹鲁去推马拉爱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马拉埃啊，马拉埃度，哦，这个啊一定要加哈。你刚刚是连起来哈，连起来的话是这个理论上这个，等一下我再讲哈。啊，马拉埃啊，马拉埃度咕，啊，在这里哈，加个咕会比较好。乌比利亚是哪里啊？都加拿大，好，所以这边加个咕，好，所以这个结构就会更好哈。那现在就是说这个主词在这里哈，达伊拉加鲁达yan啊，加鲁达yan啊，纳米拉哈，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哈，你的翻译是对了哈，直到属于他们的这个加鲁达yan哈啊，精疲力尽，这个可以哈。那问题是他们终于精疲力尽，他们，所以这个他们呢是他们精疲力尽，这个他们是主词，好。所以达希拉杜哦，达希拉伊加鲁达yan怎么了？那个谁，那个阿巴斯有没有听到？哎，有，所以达希拉杜，好，你这边加个杜哈，达希拉杜伊，哦，达希拉杜伊加鲁达yan怎么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变成渣了，它就是主词，哦，好。你那个句子，你那个也是对，问题就是说，跟前面他们中译那个他们，你那个是临属格，可是这个扎米娜它是主格主词是不一样的。达黑拉对于盖鲁达样扎米娜，这个结构就是我讲的这个对称。你看这个都也可以不用，达黑拉都也可以不要，达黑拉你盖鲁达样，所以重点就是这个一有没有？在，哎。这个一其实就是受词啊，所以这个一也可以改成多哦，答应啦啊，就是说这个度又不一样啊，这个度是热哈，直到热啊，答应了度一改了答应怎么了哈？好，那你后面这个就很漂亮了哈巴古诺希拉哈，巴古诺希拉，巴古宁拉，阿甘努，好，巴嘎诺希拉，好。哈那奈度，好，你这个词很漂亮。巴嘎诺希拉哈那奈度努法利阿米祖鲁，好，这个可以哈，没有问题。好，马拉埃啊马拉埃度古比利亚斯啊比利亚斯那米拉都加拿大了哈。马拉埃啊马拉埃就是越来越远了哈，所以这个啊就是两个词，它就越来越远哈。但是这个词呢，也可以是这样哈，就是我讲的这个双音节重叠哈。马拉阿拉埃度，马拉阿拉埃度，啊，就相当于这个啊，马拉阿拉埃度跟马拉埃呀马拉埃度是一样的概念哈，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文章上面你可以多一些变化哈，但是就是说它因为它是两个词，它一定要加个啊，好，好，那这边的关键就是加个估，哈，加个估就好了哈，好。好，我们看这个红爱的哈。啊，马米奈多过 A 字，好，这个很好，没有力量了哈，全部都没有了，力量完全没有了哈，好，精疲力尽哈，那一滴冷能了哈，那一滴冷能了哈，从他们的身体哈，好，这个也可以哈，
他们的力量哈，它是用这个力量跟它全部合在一起。巴基亚利汉巴基亚利汉多南法利阿米尤任由那个风去吹马拉拉艾这个结构等一下我介绍。马拉拉艾度古这个度这个度是这个跟前面这个远古甘纳乌里半加拿大的阿玛宝宝它是用飘这个字了远在前面加纳乌里半属于生活的这个岛屿了岛屿居住的岛屿了好，阿玛宝宝飘被飘起来马拉埃拉埃度马拉埃拉埃度也可以所以理论上这个马拉埃拉埃度马拉埃拉埃萨度马拉埃拉埃萨度马拉埃拉埃拉埃这个音节结构呢，理论上是有问题了等一下我再说好了好，马米奈多过这了，那以敌人能了没有问题。巴盖蒂和多纳法利阿米尤任由那个风去吹。马拉埃拉埃多过甘纳欧里半加拿大人了他们生活的地方了居住的地方的岛屿呢越来越远了，然后飘走好，基本上是 OK OK 没有问题。那现在我要讲这个字这个马拉爱当然你也可以去，这是我个人的个人对这个音节结构的问题了来讨论一下它就是词根呢叫拉爱了拉爱呢它是这样子词根，所以它是5个音但是有些方言这个音是非常轻的，所以没有显示在文字上可是这个就是很麻烦的地方。可是当我们双音节重叠之后，就会出现错误真的是错误所以我们的双音节重叠应该是拉爱双音节重叠是这样子，然后再变成是嘛拉爱马拉阿拉爱要不然就是马拉爱马拉爱度，这个可以就是2个词。可是双音节重叠呢，就会你看这里你的双音节重叠，在文字上确实是如此，是双音节。可是呢，你少了一个音了，少了一个音，就会出现错误这个不是你的问题这个是普遍现象普遍现象。就是我们的音节文字就是少了一个音就很麻烦，你的音节结构就会出现错误这个问题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了就是这个是谁等一下，我红爱红爱嘛你可以去问老人家，你去问老人家，他的音绝对不会错，他一定不会是马拉爱拉爱，不会，他一定是马拉阿拉爱。一定是，就是说你自己再去求证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文章上面，这个不是你的问题，而是这个问题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就是说你要去问老人家是马拉阿拉爱呢，还是马拉爱拉爱？你去了解好，OK
还有哈，还有雅致的哈。那都还没写哈。好，一个多一阿瓦爱多过一次能了，多罗来哈。好，可以。萨嘎哈，萨嘎巴古尼亚哈，这里哈，萨嘎巴古尼亚汉都能了，古比伊夫努法里啊，达拉抓抓哈。马拉埃啊，马拉埃多过比利亚是能了，都跟他大哈。这个结构也是没有问题哈。阿瓦爱多过一次哈。他们连一点力量都没有哈多罗赖哈劳苦哈劳累哈。好，三个巴古尼亚任由哈，所以巴古这个词缀非常好哦。哈，这个词哈巴古哈，所以你看，如果是巴古巴古尼亚巴古尼亚是这个任由自己哈就是自己不出力了，因为没有力量了嘛哈，自己没有力量了哈。巴固，所以巴固一般来讲都是接什么？接这个人呢？巴固大物，巴固基嘛，巴固宁啦，巴固什么什么哈，通常是指人哈。好，所以这个巴固很好用哈。我看一下，达拉抓住哈，到任何地方哈。比如努法利达拉抓抓，好，很好。马拉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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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你在这个地方拉长音哈，就表示什么？这个地方应该还是有这个音呢，只是现在很多这个音呢都没有在文字上显示。好，这就是问题哈，问题哈。好，比利亚斯能了读加拿大哈，没问题哈。所以我等一下会再讲一下那个这边用如赖哈，如赖哈，如赖劳累了哈。这边的话呢，没有用如赖哈，没有，只有这个这边那个阿凡斯他用如带哈。好，这个词就不一样了哈，一个是如带，这边是用如赖，好，那做的好了哈。好，再一个比如能了巴古尼拉巴古尼拉很长了，那如其他，所以按照你的毛病又犯了。来，按照可以讲话吗？对，所以问题就是你看看你的主词是什么？所以它的主词应该还是后面这个哦，风浪。所以巴古尼拉喊能啦，好，古加鲁西达那米之路会比较好。好，有听到哈？有。马拉阿拉爱多过比利亚斯多加拿大拉马包包哈。好，这样的话 OK 了哈。因为这边的中文你看到什么？风浪嘛，是不是？风浪在干嘛？是风浪在吹嘛，是不是？对。所以风浪是主词，是不是？对。所以做动作的是风浪，风浪在吹。所以我要讲的这个结构就在这里哈。
所以拉鲁西蛋嘎鲁西散，这个就是主词哈，菇没有错。所以那个张辣改成囊辣的话就没有问题哈。好 ，OK。基本上大家的架构都差不多了哈。可是我现在讲一下这个如来哈，如来这边有一个如来，还有一个是如代哈，如这是 L 哈，这两个词哈，你去查可能差不多哈，但是如果说这个精疲力尽哈我会用什么如代哈。另外还有这个词叫时代，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时代哈。再来就是八代，好，如来就是累而已哈，累。如代呢？如代是什么意思？如代就是动不了了，动不了，但是呢，你还是清醒的，清醒的。好，时代是什么？他已经累到你动都动不了了，动都动不了。那八代就是死嘛，死掉了嘛，所以我把这四个词排成这样子，就是有它的层次有它的层次。你看是代哦，八代、时代、如代。那如来就是劳累而已劳累呢，他还是能动。如代呢，他躺在那个地方呢，他站不起来了，他有精疲力尽的意识但是他还是清醒的。可是时代是什么？他累到已经是动都动不了了当然他还活着八代就是死了我要讲的就是在这里当然，所以我要讲的其实你可以用这个两个词如代跟这个时代你也可以去查一下这个两个字的差别我如来当然是劳累但是光是如来当然他用我爱多过一直的能了读如来，这个没有问题这样的话这个句子是表达的就是累到一点力量都没有精疲力尽精疲力尽这个句子结构是对的那个阿发神他用这个如代就非常好非常好给大家做参考所以我们阿美语的这个词老实讲就是说特别是动词，我们的形容词还没有那么细，但是我们的动作呢非常精细。那精细就是什么？那非常准确，动作不一样，词汇就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词同样是中文是一样，可是各个方言不一样，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它的差异它是有差异的那在这里特别提出来那我们现在翻译的东西呢，都是算是比较简单的那也不能说没有在生活上应用，可是我们翻到后面的话我们文化应用到的东西都特别多了会特别多，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延伸我们这个课程我们这样慢慢的练习呢我相信我们都会进步包括我自己也在进步。为什么？因为地方话单词不一样单词不一样。那就像刚刚那个什么词用这个 how we get how we get， 还有这个答对还有这个答对你看答对如果是我来讲我觉得答对这个词是最好马答对它就有被卷走比那个 how we get 更贴近更贴近就是说有些单词我们自己也是稍微了解一下那我们词汇的应用就会更丰富更精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所以应该可以应该可以
好，那苏贤我们就上到这里哦。苏贤，好，谢谢老师，好，那我们就谢谢下课了哈，老师大家辛苦了哈，大家辛苦了哈，谢谢老师，辛苦了晚安。大家平安哈，平安。